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16，旧历的3月12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讲，这2天就会决定是不是要选总统。这是郭台铭第一届表态要来选总统。郭台铭讲，台湾的安全2020年非常的重要，这场总统大选将会决定台湾未来20年政治、国防甲经济走势。伊讲和平是上大武器。所以买这个国防武器的经费应该来减少，应该把钱用伫个经济发展。郭台铭嘛讲，伊若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一定会行完定数，未接受到征调。这是我结婚的地方鸿海董事长郭台铭，若是连续2天参加台美关系法立法40周年纪念活动，嘛头一次表态，2020总统大选有意参战。我一定会经过这个初选的程序。如果说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的话，我一定会经过正常的程序，我绝不接受征召。加讲支持对台湾上好的人，郭登刚伊就起心动念，认为明年大选是台湾转变的关键，会决定台湾未来至少20年的走势。无认为甲大笔的经费拢开伫国防武器。和平是最大的武器，把能够用在买武器的钱上，发展经济，发展未来的 AI， 到美国投资。这就是保证最大的目的。希望会当对少年人做我代志，是不是要参选总统？伊讲这2天就决定。如果他要用无党籍或以商人从政的方式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啊。未必国民党就是他的菜或者他的归属啦。国民党要的是一个最强的，而且能够胜选的。他有没有符合这2个条件？当然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了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嘛讲，若是郭台铭参选，绝对会震撼人心。若是真正参加国民党初选，恐惊也会牵动郭定赢参选人，台面会报告。